做咗幾十年嘢，膝頭哥一早就磨蝕晒啦，膝頭哥硬到好似石頭咁，有陣時仲會紅紅腫腫，行一步都難。啲仔女叫我去旅行，我唔敢應承啊。關節痛起上嚟，咩方法都會試。想從根源改善關節痛，試下食佳全 UC2 關節系列。我係食升級緩痛嘅佳全 UC2 啤酒花配方，好痛嗰排就一日食4粒，食咗1樽之後，感覺好大分別，膝頭哥唔再咁硬咁痛，靈活到你唔信啊！食得好就唔會再轉牌子啦。佳全 UC2 關節系列特有3重信心保證，科學驗證，蘊含專利 UC2 每日建議食用量達40毫克，符合臨床劑量，專業認可，榮獲100位受訪骨科醫生一致推薦，真實見證，90% 受訪者使用後認同，有助緩解閃電痛、刺痛、腫痛、酸痛等不同痛症。